呀，伫咧台北市的跨年，昨线场是有民众讲看到边海大荧幕，煞是咧放这中国央视的节目，引起争议。政府这边是紧出面来解说，讲是工作人员的严重疏失，后续会严格来追究厂商的责任。 跨年暗暝，管20万民众来到台北市政府广场观赏101烟火。不过散场时，有民众发现松寿路这边大荧幕播送的竟然是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跨年节目。甲画面铺上网了后，网友讲，敢有骇客咧，也是用统战啊，引起议论。初下晡转来到现场，转播表已经予工人来拆掉啊。不过绝大多数民众拢认为，伫咱的首都跨年活动来播送中国节目，确实无啥妥当。 好像不太妥啦。我们台湾应该也会有节目可以播放，为什么一定要播央视？我觉得之后可能可以再多注意这样子。要叫主办单位出来说明啊，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义啊？而且你是在首都诶。 对此，台北市管团局说明，这是工作人员严重的疏失，会依照契约规定对承办厂商处理追究责任。承办厂商也发出核实的声明，讲伫仪体设备撤收期间，因为投影机厂商的笔记型电脑无甲 YouTube 自动轮流播送功能关起来，意外转播，毋是即摆活动的内容，感觉真失礼，会加强督导，并且提出明确改进。 好好的一个跨年晚会，结果荧幕上却出现了中国跨年的这个活动的影片，这让在场的市民都感到相当的傻眼。以后台北市政府在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应该要特别要求厂商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啊，才不会有这个非预期的画面跑出来。 国民党甲民进党议员拢讲，任何大型活动拢应该做好完善的规划，好让北市府爱记的即摆错误。廖委会是讲，即摆甲进前台中市新滨05专车顶面有司机家己报送中共宣传片同款，拢真无好。希望相关单位应该负起责任，好好来核实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